来瓜文体昨下晡交保了后，就挂着电子卡条到新竹去看伊的爸爸。讲瓜文体是家己欢喜甘愿要来挂这个电子卡条，要来求交保。这个电子卡条是会当监控着行踪，但是恐惊无法度防止串口径。讲检察官就是抓着这个点，要过来提出着控告。加油！民众党主席郭文铁2摆交保，太太陈培琪跟对伫咧身边，两人把压时间赶到新竹看92岁郭爸爸。无共款的是，郭文铁虽然穿西装，看起来加做精神，不过卡目的所在有加靠电子卡条伫咧监控。电子卡条以第四那天，郭文铁扫落来每一步变更较叮当，现场拢防监控。若是信号无正常，监控中心就随收到通知。以挂销到中档的这个电子卡条来讲，上过当档18点钟，电量比15%就发出声音和通知警示，假使被告硬该抓，或者是摕加刀震动，卖收到警告。他不要这个，不要，然后马上收到一个 message， 这个卡条拿出来。这里 cut 也是马上收到一个 message。若袂当挖进海边含机场，信号歹或者是故障，嘛可能通报违规。不过加到电子卡条，敢真正当防止瓜问题甲人斗空。检方锁定这点，反势提出控告。这个跟 open device 是 external device， 是别的 device 一起合作。GPS 一个有SIM。电子监控都是在监控人的行踪，主要是避免逃亡，没有办法限制跟控制串证的可能。我来收法院裁定。瓜文提的委任律师郑清官会在高法院领完整版的交保裁定。关内律师无摕到卷宗电子档，嘛私底下批评律师无法度罚款，武器无对等。年底上尾一天，共款专利被检，就惊2005年才打开始，瓜文提的自由之心又搁再出现变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